你盯着我干什么？班花，今日我就明白的告诉你，跟我作对那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。球脸上的事儿吧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只要以后你乖乖的听话，见到我就啊。班花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不会是要非礼我吧？我可喊人了。你喊呗，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。哎，殿下，算了，就算了，松手啊！哎呦，你放开！我怎么可能会被一个女人打呢？爸爸，你干什么？这情况咱咋办呀？我可喊人了！能咋办？救命啊！两个人我们都得罪不起，这等着吧！你起来！你疯了，爸爸！站住！殿下，变态！殿下，下来！爸爸，你扒我裤子干嘛？放手！表哥，你下来，咱俩好好聊聊。你个女流氓，你放手！住手！郡主，不得无礼。陈伯，你赶紧让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你是不是疯了？在皇宫你敢公然扒我衣服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是你先挑起我的，我才揍你，打的就是你这个无赖流氓。我还不帮殿下整理一番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旁人该如何评论？要说二殿下不如太子，二殿下没有礼仪，二殿下风度全无，二殿下不堪重任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殿下，快下来吧！看，八花，既然你敢犯上作乱，这一次我一定不会原谅你。二殿下所言极是。陈伯，你又喝酒了？只是在下不知，郡主究竟所犯何事？二殿下为何要为难于他，让他不得不如此行事？我为难他？班花，陈伯，你还知道我是二殿下？你这一句句的把本殿的威仪置于何地啊？降落。这俗话说，君辱臣死，父辱子过。小女子就算有万般不是，你也不该如此辱没我的祖父吧？班花，只是一介柔弱小女子，打不过你。今日之事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所以你得到皇上面前给我评理去。你给我下！班花，哎，郡主，皇宫之内，正法当道，谁对谁错，自有公断。既如此，二殿下请吧。啊，你们两个一唱一和是吧？好啊，去就去。班花，你公然殴打皇子，这次父皇也不会原谅你。松手！班花，你吃什么长大了？力气比牛还大，还自称弱女子，你好意思吗你？是你弱不禁风，连女人都不如。走。哎，等等，我裤子还没提上。